香港大新銀行主席馬青亨，呢位喺金融界有舉足輕重地位嘅人物，之前曾經被媒體爆出一段令人咋舌嘅地下情。同佢搞啲咁嘅嘢嘅係一個叫鍾瑞森嘅網工。呢段地下情唔係短暫嘅一時歡愉，而係持續咗超過10年之久。更令人震驚嘅係，喺呢段漫長嘅時間入面，兩人竟然生咗4個仔女。咁樣違背公序良俗嘅事被爆出嚟之後，原本以為會引發一連串嘅風波同變故，但係現實就出好多人意料之外。馬青亨被爆出嚟之後，冇好似大眾預期咁，迅速同鍾瑞森劃清界線，去維護自己原本屋企嘅形象同社會聲譽。佢似乎對呢段婚外情有一種難以言說嘅態度，既冇明確表示要結束，亦都冇做出任何切割嘅舉動。而鍾瑞森呢，就更加冇一啲收斂嘅意思。佢本身就靠網工身份喺網絡上面有一定嘅關注度。事發之後，佢唔單止冇選擇低調行事，反而越嚟越活躍喺社交平台上面。喺社交平台上面，鍾瑞森就好似一個冇任何顧忌嘅展示者。起初，可能佢都只係小心翼翼咁分享一下生活細節，但隨住時間推移，佢變得越嚟越大膽。由最初只係隱隱約約暗示同馬青亨嘅關係，到後嚟直接晒出同馬青亨嘅正面合照。啲相入面，兩人或者親密偎依，或者笑容滿面，就好似向全世界宣告佢哋嘅關係咁。呢仲未算，佢更加高調咁公開為馬青亨慶生嘅視頻同相。喺呢啲視頻入面，佢滿面幸福咁為馬青亨準備生日驚喜，精心佈置場地，準備禮物，嗰個樣就好似佢先係呢個屋企名正言順嘅女主人咁。而馬青亨嘅原配正妻孔令奇喺呢場風波入面一直都保持沉默。呢種沉默喺旁人睇嚟真係太匪夷所思。一邊係情婦嘅高調炫耀，一邊係正妻嘅默默無聲，呢3個人嘅關係就好似一團迷霧，令人難以捉摸。時間去到2月，馬青亨迎嚟佢67歲嘅生日。呢個生日對於佢嚟講，可能都有番別樣嘅意義，而鍾瑞森就更加抓住呢個機會，大張旗鼓咁為馬青亨搞咗一場生日派對。佢喺社交平台上面興奮咁分享派對嘅一點一滴，嗰個熱鬧嘅場面就好似要衝破屏幕咁。由被爆出嚟嘅影片可以清楚睇到，馬青亨喺派對上面毫無遮掩咁高調露面。佢身着得體嘅衫，面上洋溢住笑容，好似完全唔介意外界嘅目光。而鍾瑞森就細心咁遮住小朋友嘅樣貌，可能係想保護啲仔女嘅私隱。派對現場，馬青亨抱住最小嘅仔，深情咁唱住生日歌。嗰溫馨嘅畫面，如果唔知背後嘅故事，真會以為呢係一對幸福嘅父子。細路仔喺馬青亨嘅懷入面乖巧可愛，馬青亨嘅眼神入面滿係慈愛。鍾瑞森就企喺一邊，不停咁鼓掌助興，面上掛住燦爛嘅笑容，就好似沉浸喺無比嘅幸福入面咁。之後，馬青亨同鍾瑞森所生嘅另外3個細路仔都一齊出嚟。啲細路仔天真無邪，喺蛋糕前面又唱又跳，嗰歡快嘅氛圍感染住喺場嘅每一個人。一家人齊齊整整咁聚埋一齊，仲留低咗全家福。相入面嘅佢哋笑容滿面，睇起身就好似一個幸福美滿嘅大家庭。呢場生日派對係鍾瑞森精心籌辦嘅。佢自爆早喺1個月前就已經開始着手準備，每一個細節都經過佢嘅精心設計。而呢場派對嘅重頭戲，擋足嗰個精心製作嘅生日蛋糕。呢個蛋糕以紅色跑車造型為主，其靈感就嚟自馬青亨嘅愛車。鍾瑞森仲特意晒出跑車嘅原型，法拉利 Daytona SP3。呢部跑車唔簡單，係全球限量599部嘅真品，售價高達2億港紙。咁昂貴嘅跑車被製作成蛋糕造型，足以睇出鍾瑞森對呢場派對嘅用心程度。喺跑車蛋糕前面擺住7個玩偶，
呢啲玩偶就代表住佢哋一家7口人。除咗馬青亨同鐘瑞森之外，仲有2人所生嘅4個仔女，另外仲有一個就係鐘瑞森同前夫所生嘅仔。由呢個細節可以睇出，馬青亨似乎都接受咗呢個細路，將佢當成繼子嚟養。喺派對上面，佢哋一家人圍繞住蛋糕同玩偶，上演住一幕幕幸福美滿嘅呼麻。鐘瑞森喺社交平台上面分享住呢啲畫面，就好似向全世界展示佢嘅勝利，展示佢喺呢個特殊家庭入面嘅地位。馬青亨嘅生日同情婦咁高調咁慶祝，呢種行為真係令人好詫異。要知道呢檔嘢原本就應該低調處理，畢竟呢涉及到道德同倫理嘅問題。而且馬青亨到而家都未同正妻孔令奇離婚，喺法律同關係上面，佢哋雙方仍然係夫妻。喺呢種微妙嘅關係入面，馬青亨自從被爆出同鐘瑞森嘅婚外情之後，孔令奇到而家都未公開發表過任何聲明。東窗事發之後，馬青亨秉持低調嘅處理態度，唔表態，唔回應，好似想等時間沖淡呢一切。而孔令奇作為正妻，面對情婦咁高調嘅挑釁，卻一直都保持沉默，完全唔似正妻應有嘅作風。喺呢段複雜嘅關係入面，馬青亨同鐘瑞森嘅婚外情被爆出嚟之後，鐘瑞森喺呢1年入面非但冇收斂，反而越嚟越高調。佢嘅種種行為顯然係有馬青亨喺背後撐腰。對於馬青亨嚟講，婚外情被爆出嚟雖然會令佢遭遇一段時間嘅輿論壓力，但佢似乎唔介意。佢大概早就預料到會有呢一日，畢竟鐘瑞森一直都係咁高調嘅性格。佢可能覺得只要風頭過咗，一切又會回歸如常。而鐘瑞森眼見馬青亨默許佢嘅行為，就更加變本加厲。佢喺各種場合都以正印妻子嘅姿態活躍住，就好似佢先係馬青亨生活中不可或缺嘅伴侶咁。至於孔令奇，佢喺呢段關係入面嘅沉默真令人不禁猜測，佢應該早就知馬青亨同鐘瑞森嘅事，畢竟紙包唔住火，咁長久嘅婚外情好難唔被人發現。而且由目前嘅情況睇嚟，佢同馬青亨嘅夫妻關係似乎已經名存實亡。但係佢點解一直都唔離婚呢？呢個原因真係令人匪夷所思。可能係為咗維護家族嘅聲譽，畢竟馬青亨喺金融界有一定嘅地位，離婚可能會引發一連串嘅連鎖反應。可能係佢對馬青亨仲有感情，雖然佢做出咁嘅事，但佢仍然選擇默默忍受。又或者有其他唔為人知嘅原因，令佢不得不維持呢段看似已經破碎嘅婚姻。翻頭再講鐘瑞森，作為情婦咁高調，喺呢個時代都係好罕見嘅。喺傳統觀念入面，情婦往往係見唔得光嘅存在，佢哋會小心翼翼咁隱藏自己嘅身份，生怕被人發現。但鐘瑞森就截然唔同。佢高調嘅目的似乎並唔係要取代孔令奇，成為馬青亨嘅妻子。佢根本就冇打算要同馬青亨結婚，就算已經為對方生咗4個仔女。對佢嚟講，同馬青亨一齊要嘅唔係名分，而係金錢。佢有一句廣為人知嘅金句，就係有錢比結婚重要。呢句話都恰恰反映咗佢嘅價值觀。喺鐘瑞森睇嚟，婚姻可能只係一種形式，而金錢先係實實在在可以俾到佢安全感同富足生活嘅保障。佢同馬青亨保持咁長久嘅婚外情關係，就係為咗從馬青亨嗰度獲取金錢。馬青亨作為大生銀行主席，經濟實力雄厚，能夠滿足佢對物質生活嘅追求。而鐘瑞森又為馬青亨生咗仔女，喺一定程度上面滿足咗馬青亨傳宗接代嘅願望，同時又為佢帶嚟咗屋企嘅歡樂。總之，2個人就係各取所需，形成咗一種微妙而又複雜嘅關係。呢段關係就好似一場冇硝煙嘅戰爭，鐘瑞森高調咁展示住自己嘅勝利，馬青亨喺背後默默支持，而孔令奇就選擇沉默應對。
未來呢三個人嘅關係會走向何方？係繼續維持呢種微妙嘅平衡，定係會發生新嘅變故？我哋唔知，但可以肯定嘅係，呢段違背公序良俗嘅關係，無論最終結果如何，都已經喺社會上面引起咗廣泛嘅關注同討論，亦都俾人哋帶嚟好多關於道德、倫理同婚姻嘅思考。好啦，以上就係本期嘅內容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感謝大家嘅支持。